这条歌咧，咱讲，咱来到这，就是伫主内面，所以咱伫这爱有欢喜，爱有仁爱，爱有平安，爱有盼望，这就是活命。咱做伙来吟第10套哈，第一备来。伫主内面有喜乐，咱着甲伊激励。伫主内面有平安，咱着甲伊激励。虽烦恼苦楚我。亲像尖地草，踮伫主咱心内，充满来路。到这吼就是到这，所以迄个真特别的韩国歌上尾结束，迄个特色啦吼，这是这个特色。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伫伊内面有欢喜、有平安、有盼望、有活命。咱今仔日有要做伙圣餐，所以咱会吟圣诗第177首，咱嘛来听琴弹一遍。每一遍的圣餐，拢咧帮助咱。会记得迄位为咱破碎的主，伊已经过活。伊虽然死，总是已经过活。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咱也透过安尼唤起咱爱的日子，这就是重新出发的日子。所以，当咱透过圣餐帮助咱，互咱的日子。咱的主为咱破碎，换一句话来讲，咱若受破碎，伫这个黑暗世界内底，总是不管安怎，求主帮助咱，互咱有重新出发、过活的日子甲生活。咱做伙来吟第10套，预备来。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是咱回想向前的事，相信听他会带来一定安然休困，苦叹过去。第2来，靠主耶稣救赎的功能。诚心观念，大是感恩，风过你我，互世界变好，信心不忘，重新去做。咱会吟到第5节，迄个上尾迄音是关起哩，所以咱做伙来吟第5节啦，吼，做伙来吟第5节。对预备来，对神大家这道来为累，三教分享，听通主味，这是定时出发的日子，主爱上帝，我是万民。上尾音是悬的，透过这个悬的音，唤起咱大家记得，重新出发，也就是过活盼望的时阵，请咱安静咱的心。
走吧。你敢毋知，敢毋捌听到，上主是永远的上帝，是全地的创造主。伊袂夜，嘛袂先，伊的智慧袂当测量。野性的人，伊使因溃烂；软弱的人，伊互因能力。连少年人拢为野为先，勇壮的人嘛会忝甲倒落去。咱三甲来吟诗，圣诗615首，伫主内面有喜乐。请起立，吟全首。咱就可以。
빛나龙难得可以随修黑在玄流金秋大地两地中乱心来求花出花苗咱犹原听到三甲来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之主，一对现行高开，对在接入玛利亚之时，本求比亚多人来受苦，定是给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用各话上天，当一专业的被上帝大名，伊要对人过来深化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共同教会，圣无相通，最下面肉体的国我，永远的名。阿门。请坐。启应，这是来启应文第55篇，圣诗后面启应文第55篇，我来启，大家来念。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什么，要啉什么的超凡。性命减毋是比食面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作，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减无比因较贵重。恁乃着为着，恁乃着因为要穿什么超凡？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沙野的花草，今仔日得活，明仔日在互人迄落花落。伊减袂搁较甲恁糟蹋，所以恁毋免超愿讲，我要食什么？这个拢是外班人在追求的。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超凡。一日的艰苦，一日当。这是咱同心来祈祷。至圣全能慈悲满满的上帝，你为着阮的罪，差遣你独生圣子耶稣基督，留伊的保护救赎阮，互阮对伊得到活命。阮感谢你的救恩。当阮大家自己为瑞你宝座前，学乐你圣尊名。阮要对你追求真理，因为阮是虚假；对你追求快乐，因为阮是软弱；对你追求智慧，因为阮是孤傲。求主赦免阮一切过失，互阮内面有换新正直的灵。主啊，这黑暗的世代到处混乱，充满冲突。你是全世界的五望，求主怜悯固守，对这恶中拯救全世界，互世界充满了
你的仁爱、和平、公义。每年的大选，求主赏赐阮智慧，互阮大家会当共同保守阮的国土，互你所赏赐的美丽岛屿，加做你所欢喜疼惜的台湾。即时，阮为着教会祈祷，求主甲牧师、长职、甲政会友同在，大家通同心合意，顺坦主旨意，奋兴教会，荣耀主名。我也为着辛苦病痛、身心软弱以及厝外的兄弟祈祷，求主怜悯看顾，用你圣手压杂保护医治，也安慰扶持身心软弱的人。厝外不管伫什么所在，拢有主同在。他阮用谦卑敬畏的心敬拜你，求圣神临在，特别甲牧师同在，互伊所宣讲你的信息，阮大家谦卑领受，互讲甲听的便便得到利益。愿今仔日的敬拜甲恶乐，诚做芳的祭献到你面前，求主你感纳。愿咱祈祷，奉主耶稣名来求，阿门。即是咱来看，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第7章第1节到16节。创世纪第7章第1节到16节。小诗嘛是和本的第7页，现代翻译本11页。创世纪第7章1节到16节。上主对哪讲？你甲恁全家拢着入大船，因为即世代的人，简单你伫我的面前是义人。所有礼仪上清气的精生，你着带7只公的7只母的；无清气的精生，你着带1只公的1只母的。陪鸟嘛带7只公的7只母的，通伫全地团整。过7日，我要落雨40年40日，将我所做一切画面，拢对地上浇灭。咱就拢照上主的命令去做。大水伫地上泛滥的时，咱600岁。咱甲伊的囝、伊的某、伊的新妇，拢入大船，闪避大水。礼仪上清气的精生，甲无清气的精生，飞鸟，甲地上特别的动物，拢一对一对，有公的有母的，去哪遐，照上帝对哪的命令进入大船。7日后，大水伫地上泛滥。那600岁迄年的2月17迄日，千年的水源裂开，天顶的水门拢拍开，雨落40年40日。就伫迄日，那甲伊的囝闪、含、雅弗，甲那的某，以及因3个新妇拢入大船。所有的野兽、精生、特别的动物、有色的画面，以及飞鸟、各照因的种类，拢甲那全家进入大船。一切有精生的画面，拢一对一对去那遐进入大船。所有入大船的动物，照上帝对那的命令，有公的有母的，上主就甲大船的门关起来。以上，愿上帝听痛，祝福听痛伊的话的人。赞美只是请圣歌队，因所要吟的是《当以马内利来临》。
正道，咱只是请牧师，伊所要讲的是义人，义人。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过去即礼拜是西方传统的感恩节，真侪教会嘛用今仔日定做，今仔日就是顶礼拜定做感恩主日，总是咱并无特别，总是咱若有注意到顶礼拜到即礼拜的插会当中，就知影因就透过插会，就亲像我顶礼拜所讲的，这叫做无讲话讲道啦，咧学了上帝，所以愿上帝帮助扶持，互咱搁活地真欢喜，咱搁活地爱感谢上帝，所以台湾原住民布农族因互相见面会拍招呼，就是你搁活地哦，有咧喘气哦。感谢上帝，后壁意思就是叫做感谢上帝啊。所以请咱握手握到迄个，假使咱若敢啦握手握到迄个，互你的手小开，比你的手较小的迄支手为止啦若毋敢不要紧，你边仔的人若借问微笑来讲真欢喜，你甲我做伙，咱做伙做礼拜，安尼好无？来试看觅啊。迄个。握手握到比你的手较小的迄个人为止其实就是练习啦。咱爱时常练习伫厝内底嘛爱安尼不要紧不要紧，若无啥敢接触不要紧，迄个讲数就会使做伙来祈祷，求主开阮的耳孔听见。伫早起时，你要应阮所讲的话语，阮安尼祈祷，奉靠最后所基督性命来求。公元1508年的时阵，当时的教宗就对米开朗基罗讲，爱伊为着梵蒂冈一间教堂，叫做西斯丁教堂的天棚来做画。这个教堂。迄时阵拄起无偌久，所以起起来了后，上开始是要做教宗办公的路用，然后到现在，这个所在就变做是每一遍要选教宗的所在，所以每一遍因咧投票的所在就伫遮啦。关伫内底爱然后投票啦好，当时的米开朗基罗伊家己感觉讲伊是雕刻家。伊当时做真侪迄个雕刻，伊当时嘛为着教宗的蒙牌来雕刻。伊认为伊家己毋是画家，不过这个要求出对教宗，所以伊不得不接受。甚至伊当时咧怀疑讲，是毋是伊甲伊共款的迄个艺术家咧对伊看伊感觉讲伊袂叫请教宗请伊做这样代志，所以为着要证明伊家己伫线落来4冬1508年到1512年，伊单独一个人，就伫即片天棚，咱看到即片天棚顶头画9幅图，因为即种画。真困难，过去毋捌有人安尼画过。实际上一开始，教宗要求米开朗基罗讲，无你画12个人像伫顶头就好。结果咱知影伊上尾画几个？伊上尾画343个人物伫即个天棚顶头，所以伊就创造出。伫文艺复兴时代上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整个就叫做《创世纪》。整个就叫做《创世纪》，因为拢是对于创世纪内底故事出来。伫咧画的期间，米开朗基罗写诗互伊的朋友，描述伊咧工课时阵身躯真无爽快。伊的颔棍需要安尼一直扭好长，然后伊也爱长时间安尼举头
所以伊会腰酸背痛，伊的目睭也变歹。这份工课，搁较带互伊极端的不安。所以伊伫即首诗，伊写互伊的朋友安尼写讲：我互人囥毋着所在啊！我根本就毋是一个标准的画家。所以咱真歹想象，后来即位全世界出名到现在的咱，去到现在的梵蒂冈，佮看会到，伊捌伫伊的生涯内底自我怀疑讲，我去互囥毋着所在啊！我无法度做即项代志。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亲爱兄弟姊妹，这就叫做人的迷失甲有限。随上咱爱承认这项代志，当咱若承认家己的软弱、罪性，承认家己的有限，那安尼有可能上帝就会帮助咱，为咱开出新的路。圣神帮助咱，我相信嘛是圣神引带米开朗基罗，互伊所做出来超过伊所想象的。后来米开朗基罗完成的这900大图的内底，上出名的就是一百图，就是上中这百图。咱应该拢有印象，这百图连电影，咱知影啥物电影有模仿过 ？E.T. 啦 ，E.T. 我毋知咱敢捌看过迄个外星人这部出电影吼 ？E.T. 其实就是安尼咧模仿迄这百度的，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上出名的这百度叫做创造亚当 ，John Albert 牧师安尼描述，米开朗基罗画出互人想象上时，搁较真久。互人想象迄个上帝的形象，因为伊画中的上帝伸手搁那冲对人，对无？伊伸出来对无？搁那上帝咧冲对人遐去，这就表明伫画的过程内底，过去的人了解上帝的本性，到现在，这叫做上帝的本性。上帝本性挡袂牢这个地上互人的罪所糟蹋，上帝本性也要尽力互人得到救赎甲毋忘，总是预期失望，因为安尼至到伊降落伊的刑罚，总是虽然安尼，伊要降落伊的刑罚的目的，也是因为。伊想要米平上帝甲人中间的迄条沟。创世纪第7章第1节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对挪亚讲：你甲恁全家拢着入大船，因为这世代的人敢若你伫我的面前是异人。这是真悲哀的代志。加达利，上帝去对挪亚讲即句话：即世代我看来看去，加达利尔。伊伫希伯来文的原文中，就是照上帝的标准来活的人。所以上帝有一个标准，离开伊的标准的，就叫做罪。所以咱今仔讲，咱是罪人的。第一个意思，毋是讲咱犯世间的罪，是咧讲咱拢离开上帝的标准来活。简单来讲是安尼，咱咧讲我是罪人，基督徒咧讲我是罪人的意思是，毋是讲我犯着世间的罪恶，毋是哦，是表示我是离开上帝的标准来活的人。所以咱会承认，咱是有罪人。所以罪甲义是对立的。创世纪第6章1-2节是安尼讲：
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那啊，就拢照上帝的命令去做，安尼叫做义啦，对无？我拄有讲过哦，上帝有一个标准对无？啊，照上帝的标准来活的人叫做义。只有那啊照上帝的吩咐去做，啊，所以这叫做义。上简单的话语，圣经学了伊讲，创世纪第6章第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那啊是义人。伫迄世代的人中间是顺全正直，那啊甲上帝同行，完全。迄个顺全正直，迄个原文的意思叫做完全。完全原文是叫做无通指责。这个字伫利未记内底是用来指迄个合宜来做祭祀。无下属的动物，无下属的动物。所以咱读到创世纪第7章的第20到第3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有业以上清气的精生，你着带7只公的、7只母的；无清气的精生，你着带1只公的、1只母的。飞鸟嘛着带7只公的。7只母的，通伫全地传种。根据犹太的传统，摩西5经的作者，就是创世纪刷落来这5本，是摩西是遮的作者。不过，伫过去以来，就真侪神学家提出疑问。自后19世纪开始，有真侪学者。根据经文提起对上帝无共款的称呼，对圣经内底对同一个地点甲人物无共款的名称，以及同一个事件重复的记载，就亲像今仔日所读到的创世纪第7章，迄个大水的故事，所以就有一种讲法叫做地本。就底本，这个圣经后面其实是根据某一个古早的传统来，所以有一寡学者就认为大水的故事就证明这项代志，就亲像动物的数目，因认为这证明出对两个传统，这典叫做7对，批典叫做1对，这典就是。祭祀典，通常阮拢称作神学家，也是这个神学生拢称作祭祀典。批典就是耶和华1对，所以大水的时间就分做40天甲150天，离开大船的版本嘛有2个，后来就总共这个学派，这个学者。来称作经文批判学派，所以这学者不只针对旧约嘛，针对新约来进行讨论。不过，有关摩西5经的这个底本这种的讲法，后来受到更较多的质疑，因为同时代、同一个所在的文献，嘛有称呼神有无共款名称的。随上嘛共款，有真侪是同一个段落不断出现的过程，其实咧强调这项代志。所以同一个时代的文献，其实会当帮助咱找到更较侪同时代所写出来。这其实用无共款的底本，也违反编辑的常理。总是这种讲法，确实帮助咱会当理解。确实，咱会知圣经是经过一段长时间，才信仰的前辈所编辑整理落来。现在所留落来，就是咱信仰个别上帝的话语甲伊的心意。咱无需要过头来分别，因为我阁捌读过一种讲法，就是从属伫什么版本的，就拿
画做一段，咱爱知影即个几十到几十吼，这后来较标的，所以因将这来分落开。事实上，咱无需要凊彩去判断，只要完整来读就会使。所以圣经咧对咱讲，上帝吩咐这活米爱分做清气甲无清气的，透过分类，互咱知影咱爱怎样活出上帝的标准。这个完全伫原文内底，除了描述适合诚做祭祀迄个完全无下事的动物以外，新美国的标准版圣经也翻译做正直，或是诚信、诚信。有时阵也解说做公平。所以换一句话来讲，那也是正直的人，伊活出这个信念，常时真公平咧对人，伫伊的世代堪称做义人。创世纪第7章第4节续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过7日，我要落雨40年40日，将我所做一切的活米，拢对地上造灭。当上帝落雨要造灭地上生物的时，活米的时，啥物人会当伫上帝保护的大船内底呢？就是遐个活出正直、诚信、公平对待人的人。这就亲像诗人有一个问答，这个问答真出名，伫诗篇内底，诗篇24篇第30到第4节，咱做伙来读这个诗人这个永恒的答问，做伙来读落来。什么款人会当上上主的山？什么款人会当入伊的圣殿？就是手清气、心纯洁、无拜偶像、无随便咒抓的人。诗人这个问答，永远的问答，是显出显出上帝的标准，这叫做上帝的标准。迄个标准，伊的字就伫遮。创世纪第7章第5节到第7节，咱搁一遍读到义人会安尼做的方式，就是拢照上帝的吩咐，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那就拢照上主的命令去做。大水伫地上泛滥的时，那600岁，那甲伊的囝、伊的某、伊的媳妇，拢入大船。相比大水，那是完美的人吗？真显然毋是。无人是完美，伊也捌犯罪，经历人的软弱甲罪性。伊只有一项甲别人无啥共款，伊照主吩咐来行，就是伊的相信。咱也知影，咱讲我信上帝对无？啊，信上帝。什么会当证明？就是照伊的话来行嘛，但毋是咧。若你信上帝，你嘴讲你信上帝，结果你行的路是偏煞的路，那安尼，啥物人敢相信？啥物人敢知影你是相信的人？所以换一句话来讲，那600岁的时阵，伊生命中上大的事件来。大水成做标志伊生命的记号，因为创世纪第9章第28节讲伊刷落去阁活350岁。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大水了，那要活350年，好，头前600年，几句话尔？后壁350年，也几句话尔？所以大水这项代志，成做伊生命的标准，600岁的那虽然有真侪人咧怀疑甲讨论讲，到底圣经内底这数字是啥物货？我嘛要真歹势，逐大家讲，我嘛毋知。有人咧写圣经数目学，
但是我要坦白大家讲，请毋通互遮个袂客气。总是600岁，后来伊阁活350年，表示即时的那哈已经看过人生大部分的风景。咱毋知影大水来的时阵，伊心内底的感触是感觉对遐个毋听的人的遗憾，还是加载？总是伊甲上帝同行的性命，互伊通伫大水内底来活。创世纪第7章第89、第90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礼仪上清气的精生，甲无清气的精生，飞鸟甲地上底爬动物，拢一对一对，有公的有母的，去挪亚遐，照上帝对挪亚的命令，进入大船。咱来知影，就是上帝已经决定要毁灭败坏大地，总是伊嘛决心要留落万米的遗迹。因为创世纪第6章第80讲，只有挪亚得到上帝的恩典。换一句话来讲，要得到上帝保存，有一项要紧的代志，就是会当得到伊的恩典。到迄日上帝审判日，只有上帝眼中得到恩典的，才通得到活命。创世纪第7章第10节到12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7日后，大水伫地上泛滥。挪亚600岁迄年的2月17迄日，深渊的水源裂开，天顶的水门拢拍开，雨落40年40日。7日就表示上帝完成创造的时间。大水泛滥，也用7日来表示。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来完成伊的旨意。过去的人咧想象天棚顶头亲像有门，天窗会拍开，水就对顶头拼落来。然后过去的人看到地面上有迄个古井，也是水源会喷出来。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即场大水，就是天顶的水，甲地下的水，遐个门做伙，互人拍开。这只有上帝遐做会到。所以不管全地会受造灭，这嘛表示另外一项代志。就是这场大水，无人会当闪避。这场大水，无人会当闪避，所以这就亲像诗人的吐气。诗人伫诗篇139篇第79、第80，伊安尼吐气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去倒位，我才会当逃避你；走到倒位，我才会当逃闪你。我若爬上天，你伫遐；我若落阴府，你嘛伫遐。这跟咱米小出的吼，安那米都米袂过上帝。诗人是安尼感叹，所以伫这个完全无通闪避的大水、大灾难来临的时，去倒位才会当找到救赎的？创世纪第7章13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就伫迄日，拿甲伊的囝闪、含、雅弗，甲拿亚的某，以及伊3个新妇，拢入大船。换一句话来讲，大船就是救赎的路，大船就是救赎的所在。那甲伊厝内底的人，照顺序先是人，后来是逐款的生物，活米就进入大船。创世纪第7章14节到15节，刷落去安尼讲，所有的野兽、精生、得爬的动物，有食的活米以及飞鸟，
国照因的种类，拢甲那阿全家进入大船，一切有性命的活物，拢一对一对去那阿遐进入大船。当迄个咱无法度闪避的灾难来临的时，伫大船的内底，爱照上帝创造迄时的美好，就是国照因的类。国照因的类有特殊，上时有美好来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不管是哪啊，还是咱的世代，拢共款。真正行薄力的人，因真少咧想家己讲，我的薄行，互世界变做更较歹。我的罪为人带来伤害。你看遐个想要兴起战争、甲混乱的政治领袖，因咧考量甲计算的，毋是带予世界的美好甲平安，是怎样做，互我甲我的党会当得到上大的利益，会当夺取上大的权。事实上，这个世间只要有罪行、有暴力，无论偌秘密、温书，其实拢咧互这个世界搁较歹。因为安尼，咱即群愿意听伊吩咐、照伊命令去行的人，就是上帝特别放伫这个黑暗世界。过去，上帝百姓相信，这个世界因为人的罪来破碎，需要修补。但咱无需要排队入大船，而是应该活出一个为主来活，无为家己的性命，减轻别人的痛苦，互正义通得到生存。伫冲突的所在，毋忘和平，互歹好赢过歹。假使若安尼，咱就是甲上帝做伙同工所留落来剩的种子。听有意思吼？留落来剩的种子，迄就是咱的任务。咱就甲上帝同工做伙尽力来修补这个破碎的世界。创世纪第7章16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有入大船的动物，照上帝对那阿的命令，有公的有母的，上主就甲大船的门关起来。40日，大水亲像天顶地下做伙出来的水，总是流落来。只要照上帝命令，就通得到保护。这对咱讲，人包括咱所甲咱做伙伫这个世界做伙有气息的活物，若愿意听上帝的命令，就通得到保护甲祝福。上帝亲身关上大船的门。这个动作表示伊亲身咧带领保护大船，伫伊的带领下面，大船顶头的性命安然经过大水，这就证明一项代志：性命的主权就在伫上帝。我顶礼拜有讲起，对公元前2世纪就开始流传这个那阿的故事。其实有几个版本，其中一个是讲那阿伊开120冬真辛苦咧做大船。伊咧做大船的时阵，就是为着要互经过的人来问伊讲：啊，你咧做啥？然后迄时伊会当应讲，无偌久的未来，迄位受俄勒的圣的。
要做大水。这个故事当然有可能是出对人的想象，总是这个故事哪个故事是安那会传2000几冬呢？这表示上帝百姓相信上帝的本性。咱相信一项代志，上帝会予人机会悔改，因为安尼，伊会予伊的审判哪万发生哪好。甚至长120冬，所以当咱咧做真侪好的时阵，当咱咧人传福音的时阵，有可能人会但咱问讲啊，你咧做啥？假使咱也愿意，咱会当甲伊讲福音的信息，总是这个福音无得空，是对伊来讲是好消息。换一句话来讲，咱相信上帝的本性，就是人做歹，气煞伊嘛无凊彩来讲着刑法，伊宁可听候，宁可等待人活转身来离开邪恶。亲爱兄弟姊妹，这叫做悔改原文的意思。什么会叫做原文？悔改原文。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叫做活转心啊，活转咱的心。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不只是改变心意，而改变心意，我改变心意啊，我要爱这个，不爱这个，不是哦。伊是讲咱爱活转心，活转心对完全倒变的方向来出发。可惜的是，上帝伫迄个世代。只找到哪是值得伊留落来的人，这伫上帝眼中就是义人。但咱阁有法度伫这个世间找到义人吗？我要坦白大来讲，真正的义人，毋是人会当判断，是上帝。听有意思吼？因为是上帝的标准嘛。这毋是咱讲我是义人吼。那有人自称伊是义人吼，迄个人有可能读无圣经。咱只有法度做一项代志，因为无人会当家己讲家己是义人，不过一定会当找到遐愿意悔改活转心的人。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愿咱专心活转伊，甲伊同工，做伙来修补这个破碎的世界，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你知阮的软弱，你知阮的欠缺，阮知阮时常，阮也不配被称作义，总是求上帝帮助阮，帮助阮活出一个悔改的人生，帮助阮活出一个新出发的性命，因为阮知你破碎为着阮，阮也愿意重新出发，来向你出发，来迈进。求上帝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要做伙来吟唱，圣诗第177首。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也要透过这首诗歌，咱重新来想咱的生命。当咱甲主坐倒的时，其实就是重新出发的日子。当咱知咱的生命要重新出发，那安尼，咱就知咱爱毋是行旧的路。是活转心，行新的路。愿上帝的话、上帝的祝福，就甲咱做伙伫地。咱坐咧吟就好。
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是人回首不忘的心，相信听他会带来一定安人有困苦叹归去，主耶稣救赎的功德，信心观念大是功德，光归你我，后世改变了，信心我定是祈求，主信心健康。愿我的主最近传来去，温柔天天听他注意，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主爱兄弟我心安慰，为心改变。这个来回三个分享了他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爱兄弟我心安慰。对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拿属地以教会陪传者三甲守主的圣餐。今日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记拿归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记拿着我担重担的，就就我要互恁安息。上帝的恩典平安，甲咱做伙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爬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出声，所以照伊的名，咱照伊的模样，咱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但愿照你命令白色颜色，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愿谦卑求你找圣神圣别馆，也圣别者的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来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当真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荣耀你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的小会员咧烘饼的时阵，不管咱会当体无当体袂要紧，即时我要邀请咱来做第一个祈祷，为咱家己最近以来的生命来祈祷，为咱今年所有向上帝献上感谢。
也求上帝怜悯帮咱，互咱这个人，今年不管经过安怎，咱拢感谢上帝。有离开伊的，求上帝赦免；有伊所小事的，除咱以外，咱感谢伊。所以我要邀请咱这时，咱会当目睭闭起，来做伙想咱今年所经过一切，为咱的罪。求上帝赦免，为咱的欠缺，求上帝提醒；为咱的病痛，求上帝医治。对啊，所讲，我就是换命的饼，受过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永袂喙焦，就阮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做伙来领受。最后所讲，这个杯是神约伫我的血色入面，伊若啉的是伊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这是我也要邀请咱大家来做今仔日的第二个祈祷，请咱为着咱所听以及听咱的人来祈祷。特别咱也知，咱所听的人有可能拄着病痛，有可能伊拄着困难，我要特别邀请你为伊来祈祷，求上帝怜悯，医治的圣手就来到咱所关心、所听的人身躯顶头，求上帝特别保护扶持，或者个咱所听的人，以及听咱的人，得到伊稳定甲保护。对啊，所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问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爱相信咱主已经应允咱，等咱的心打开，伊要甲咱坐倒，求上帝帮咱祝福人在。就伫咱的生命中，有伊甲咱做伙伫咧，咱就安稳自在。
这个时阵，我要邀请咱大家将咱手中所摕到的杯顶头的塑胶的部分来掉。这个杯是新约，是耶稣基督的血设立的。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跟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表现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就甲咱做伙伫地，咱做伙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做个圣洁的交通，对咱以后敬敬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要来奉献。请起立吟奉献的诗。这时，咱来感谢奉献。是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经过一礼拜久，你保守阮一切得到平安。也互阮伫今仔日，也搁一次来到你的圣殿敬拜祷告，领受你的真理，也互阮会当得到生命的改变。这时，阮也奉献金钱伫你面前，也诚做教会事工的路用。阮安尼祈祷，互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报告大仙，
咱来做伙念今仔日的经句。什么款人会当上上主的山？什么款人会当入伊的圣殿？就是手清气、心纯洁，无拜偶像、无随便就抓的人。诗篇24篇30到40，请。什么款人会当入上主的山？什么款人会当入伊的圣殿？就是手清气、心纯洁，无拜偶像、无随便就抓的人。诗篇24篇30、40。什么款人会当上上主的山？什么款人会当入伊的圣殿？就是手清气、心纯洁，无拜偶像、无随便就抓人。诗篇24篇30到40。咱来看周报头一页，下周的事项，甲周间的聚会。主要的聚会，咱拢有事奉的人，请伫奉献部分，咱也请家己看，若有敬大的办公室来更正。咱来看第3页消息报告。今仔日11月26，咱举行献礼典，咱头拄已经有举行，咱已經批辦新。第二，教育部部会伫下晡1點伫701室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下主日12月初3，第一为大港节第一主日，点大港节第一期的蜡烛。台语场是敬拜团，华语场是社青团契。第二，12月份。伫月中级长老林中章长老执事，台语礼拜是赖建义执事，华语是苏义玲执事。2024年教会有选确认会议，伫下晡1點伫701室召开，请各部会新旧人首长、团契会长准备时间规划来确定。有选，并且财务部员参会，欢迎中级参加。教会消息：第一，2023年结校日，各团契甲各服侍团队插会老师有本年度的发票，需要请款的，请伫个12月24上午10點前提出，方便作業。信用卡奉獻的，請注意入校時間，需要7到14日的工作天。第二，2024年學會手冊資料，請相關各部會甲各團體摕準備交迄個手冊內容。內容有2024年組織2023年活動時間的報告，2024年度計劃，伫2024年1月初7中晝12點前，來交予辦公室。第三，裝備課程，最相信人的好朋友，伫2月24在1月13日。拜六上午9點到12點舉行，由傳道部、教育部、關懷部聯合舉辦。咱要邀請台神胡瑞芝老師來主講，請中級團體首長同工參加。第四，聖誕歌，咱伫11月30前要訂購的是第18塊，超過30日以後，咱就恢復原價，一地是20塊。請要購買的兄弟到辦公室來登記。12月初10截止。廣告明年上半年服侍行事曆鑑定吼，若有無法度服侍的，請辦公室來聯絡。需要調動的，伫12月第2週。
调会中提出。来看具体消息，本会担任数字姊妹应伫11月22日，伫同殡仪馆举行追思告别礼拜，请关心大道安慰为主。本会李水莲姊妹，就是单车仔长老娘的看护，因为骑机车发生车祸，目前伫个南口中经急诊室，请咱关心大道。第三，本会罗潘兄弟的老爸罗宝展兄弟，因为脑出血伫个布头加护病房，请大道求助医治。其他的消息，合作社理干事会伫个12月初3中昼12点，伫个七公仪式召开，请理干事出席参加。大道事项，请咱大家伫祈祷中来为遮个病痛人来祈祷。2023年，咱圣诞节的活动有过，咱今年的主题是要有光。经文是约翰福音8章12节。咱活动有圣诞布置，伫个12月初2已经完成。社区报佳音是伫个12月2號到24日中间。圣诞晚会是伫23日拜六7点开始。圣诞节赞美礼拜伫个12月24日礼拜日早起9点半。大港节的礼文甲点睛12月初3，第一场台语是敬拜团，第二场是社青团结。12月初3，第一场是新人中集，第二场是香港的新朋友。12月17，第一场是新受洗的会友，第二场是社青社学校团契24是咱今年度的小会员。以上，咱请牧师补充来报告。我来介绍今仔日的人客。第一位是吴凤妍姐妹吴凤妍姐妹伫咱中间来，咱拍鼓欢迎你伫咱中间欢迎。上时嘛带伫这个介绍路二段的所在，所以请咱的山园区的还是姊妹会当加关心，也求上帝特别扶持，甲凤妍姐妹做伙伫地。这个我嘛来补充介绍，就是单主兄的囝儿逝世明杰甲柔宇还有孙子也来吗？是吗？不是不是来，那请因徛起来互咱来感谢因伫咱中间媳妇啦新妇啦新妇伫咱中间雪玉姐雪玉姐，愿上帝平安就甲因做伙伫地。我顶礼拜无介绍是，我知影因细汉的时阵拢伫遮出入，总是真久无来，所以检采一寡老朋友会当来拍一呼，愿上帝祝福，就甲因做伙伫地，上帝安慰也临在伫因全家人身躯顶头。我伫遮嘛补充大家说明，咱对后礼拜开始就会进入大港节。对西方的世界来讲，也是讲基督教的传统内底，12月就是一年的开始。真歹势毋是1月咱即摆拢真惯是拢1月改成新年的开始。总是对基督徒来讲，传统的基督徒是12月就是一年的开始。所以，咱透过一年的开始，大港节只是咧提醒咱主耶稣要出世伫咱的生命中，是安尼。所以，透过每一礼拜无共款的点钟，其实是帮助咱，互咱下一日做一个基督徒，爱发出光。愿上帝帮助就甲咱做伙伫地。咱对后礼拜开始，包括教会布置、圣诞布置，以及要展开。遮个圣诞节的逐项的活动，我想已经苏镇长已经有甲咱补充报告了真详细，所以欢迎大家啦，愿意去报佳音，愿意用互相报佳音的方式来
庆祝主耶稣出世伫咱的生命中的话，咱就来报名。吼，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欢迎，总是无得较有适当的时间，总是愿上帝帮咱，互咱透过领子圣诞节的过程，真正有光就伫咱的生命中来显现。上营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天下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百家诚信，阿拉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流传地高万世。请牧师祝祷。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田高灭倒，